完成父亲的遗愿。那能够这样子美好的一天呢，是因为各位前贤真的很大力的协助。所以呢，在昨天这美好的一天，同时呢，见证了我们各位前贤很美好的一面。大家同心协力，把这个事情很困难，后学觉得很困难的事情，可是呢，各位前贤他们还是轻而易举把它给完成了，这就是最美好的一面，真的是很感谢。那一天呢，其实各位前贤已经忙了很久了，厨房的前贤，还有各位领任组长，还有各位帮忙接待引导的前贤，真的都是很费心费力，所以呢，在此感谢大家。第一次在这边讲话很紧张，那或许呢，在此用南屏道济慈训一句话来跟大家分享，也跟大家互相勉励。人间一佛堂，天上莲品香，功德不朗朗，紫气耀满堂。今后日日与老母同在，谢谢大家。太棒了哈！我们杨小姐跟我们分享了她的许愿。昨天呢，咱老菩萨杨维先生因太太，其实真的她也是感动许愿，所以呢，留下了这个很温柔的怎么样眼泪下来。这个是一个人的期待，伊已经完成，伊的子女已经完成着咱杨维先生伊过去的遗志，伊的志向，所以呢，才怎么样？大家伊较有法度通个，互伊的子女会当守住了，行着道这条路。若无的话呢，很容易人讲虎头鸟机会，修行就是最怕这样。头兴兴，尾哪笃定？无法讲这代志，咱讲俚语，咱讲听。头呢，兴兴，尾呢，就惊伊啊。那这样都不是我们要的。好，那我们请我们音控室再继续继续或许讲一段，再由我们一个秋燕呢，我们前线新的前线，刚刚来跟咱分享一下。